Hello 大家好，然後同大家分享下長隆嘅嘢嚇。從依家開始，你哋無論喺珠海長隆海洋王國或者飛船樂園，你哋都係冇辦法借到鉸剪或者刀仔㗎。點解咧？因為早幾日有幾條冚家鏟咧，佢哋喺長隆嗰度攞張刀去懟想捅啲工作人員，你個撲街嚟㗎。咁點解話佢撲街係咁嘅？佢哋要玩嗰個項目叫超級激流，個小朋友係冇1米2高，咁你唔夠高，咁警方肯定唔俾你玩㗎啦嘛。咁萬一出咗事，你肯定又要警區賠降啲啊嘛，所以有標準啊，就唔俾玩。可能個小朋友喺度喊啊，喺度嘈啊，咁家長咧個神經病咧，佢就覺得哎呀，我小朋友差啲啫嘛，都唔俾佢玩咁，佢好激動。咁啱咧，附近有工作人員攞刀去做其他嘢，佢就攞咗嗰張美工刀，都係好細嘅刀仔，攞張刀諗住去捅傷嗰個工作人員。後尾咧，幸好就黐唔到，即係拮唔到人哋啦。如果萬一黐到嗰條粉腸起碼要見唔到下一年嘅春節㗎啦。所以咧，長隆有見及此，咁就係所有面對客人嘅地方都唔會有呢啲利器㗎嚇。你哋冇辦法再見到有鉸剪啦，即係剪刀呢啲啦，佢哋全部人都上繳噶啦。所以就係萬一你哋喺景區，如果真係想要攞刀仔或者剪刀整衣服或者啲褲或者個背包呢啲咧，我認為唯一嘅辦法咧，就去遊客服務中心睇下佢哋可唔可以，你將你哋嗰樣嘢攞出嚟，佢哋幫你處理嚇。呢個就係海洋王國噶。另外一單咧就係飛船樂園啊。飛船樂園早幾日有個演出，因為我有妹仔嗰度帶啲客人玩啊嘛，喺虎鯨演出就12點05分左右啦。咁現場有兩幫人，因為可能就係因為霸位嘅問題出現爭執，嘈一嘈，你阿媽喺佢阿媽喺咁嘈下，咁就打起嚟，打到出晒血。後尾有呢啲咁緊急情況出現，啲保安就衝入嚟制止佢哋，就逼佢哋出去再處理。其實大家出嚟玩嘅，互相相讓下就得噶啦嘛。好話唔好聽，啲位置前一排或者後一排，其實效果唔會影響咁大嘅嚇。關注我哋，了解更多長隆旅遊攻略。我就每日反正我就喺長隆，見到有咩新聞都好，或者有咩事都好，我就做呢啲咁嘅內容同大家分享下。呢一段視頻咧，我只會因為係攞廣東話講嘅，我就發喺 TikTok 同 YouTube 嚇。我國內版咧又唔一樣嘅，因為國內版起碼唔可以話講撲街或者冚家鏟呢啲嘛。咁到呢度結束啦，拜拜。